观察的为主，我们准备翠堤的大楼的左边，正好与步推堤现场就后面了。5栋的时候是6级的地震，在241栋的时候。特战的搜救队要优先第一调开。那个如果用直升机把人说安徽秘书长，还有我们卫生部的相关的单位，能够协助把一些政府安全的工作，所以我在这里代表政府在旁边。我们在第一时间，在30分钟之内，我们就投入了，到5点钟，总共投入了457人的兵力，预计中午就可以投入到我们灾防的地区。另外，我们在3、4、5作战区里面的特战部队。而且多的时候，我已经跟副县长，刚才我们贺主任呢已经报告过了他们这个重型的机械撑起来的方式，我想是不是这个救援协助的人员都井然有序的。请我们医护人员还有什么你们先喝一点姜茶，吃一点东西再回家所以那个妈妈去看的。大量就是地震以后其实陆陆续续就有民众涌入进送，然后把中上区移到中间来，就是随着人数的情形，前面的救治这样子。但是我们的平面图。在家里那个被家具打伤，所以观察一下他就回家了。那还好，对。就照顾伤口。有震，他8点钟就来了。安尼有吓到的，有都会受伤无？没有，就是吓到。加油哦！不急着回去吧，多待一阵子。害怕。他现在害怕这地震。这栋楼。在这里一阵子。谢谢什么？那我们请海基会的人来看看你们好吗？好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？就是海基会的人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我们的所有。